后来，这个花莲涨的地动，专家来探讨原因，主要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大陆的板块烧钱烧地的关系。地动七报中心的郑主任郭凯文来表示讲，这个所在每一年应该爱释放8粒原子弹的能量，也毋过这2年地动的规模甲次数拢无够，像即届嘛才释放0.7粒。原子弹的能量，即摆阁累积13.3粒，也未来释放，大家也是爱真小心。水底下亲像曾经港的造影机激烈的摇海，亲像一波一波的海涌。这是伫花莲一栋20楼的露天的造景池。地动迄时阵，水底下内面的水渗无停，因为这款摇海的程度，伊是规模6.1的地动造成的。700206哈，它规模是6.27哈，所释放的这个能量哈，也差不多只有2颗，所以那个目前那个我们台湾地区哈，大概还有累计了14颗那个原子弹，那今天释放的是0.7颗这样。尽量伫花莲的秀林乡花东纵谷这个板块交界处，菲律宾海板块无定时会去弄欧亚大陆的板块，每档有吹进8公分，一档应该释放出8粒原子弹的量。不过这2档地动的规模甲次数拢不足，也阁有13.3粒原子弹的能量未释放。6、7年前在瑞穗的一个地震，规模6.4，也是都是在这个断层上面。那只是位置不太一样，因为这个断层的长度有将近100多公里。那在北边这边花莲市这附近来讲，过去这10年来就有发生过3、4次的规模6的以上的地震，就是。通常震度7级以上，都有可能有严重的灾害。来看过去几撮大地动，距离规模是7.3，深度只有9公里。花莲2月初6的大地动，规模是6.0，深度只有6.3公里。比较这处深度18公里，虽然上大震度同款拢是达到7级，不过好佳在，这回地动的深度较深，才无造成上严重的灾情。